黃金周殺到，香港人匿喺邊度好？大軍殺到，點算啊？都要照出街嘅，都唔驚。都要出街㗎，始終香港人地方。咁大無畏，咪以為嚟港團數少咗，人都少咗先至得㗎？個個轉晒去自由行，咪一樣逼爆香港。不過除咗佢哋，好多香港人都好愛國㗎嘛。點慶祝國慶好呢？係咪玩嘢啊？上年仲煩唔夠咩？今時唔同往日啦，貝澳營地52個營位，而家只係俾香港人申請。黃金周檔期上個禮拜4截止咗啦，收到120份申請，貝澳正式光復啦！靠害啊嘛！廣東道咁多名店，超多自由行喎。就係要睇下你為咗跳舞可以去到幾盡嘛！將最有 local 特色嘅西洋菜街只得去廣東道，等人哋知道香港人都可以去到好盡噶。話明黃金周，梗係遍地黃金啦！有興趣嘅出去執金，賣翻俾啲有機農場做肥料，賺到錢又環保，點啊？嗱，真係唔係好想留喺香港同人逼嘅，其實可以拎多幾日假飛過台灣嘛，一樣係慶祝國慶，不過係中華民國上10國慶喎，所以你話黃金周使乜驚啊？天龍八部再創武俠遊戲新傳奇，全新伺服器，全新玩法，天龍八部3 online。